我哋俾多啲掌聲，因為佢哋真係年紀比較輕嘅。係啦，好，賽事開始，一個低數開路，好好保護自己，有少少緊張啊，南方。哇！紅方應該習武多年喎，左右腳開弓喎，紅方。哇！咁樣打法，紅方會唔會體力不繼咧？但係睇佢個樣，好似好重貨喎。南方，所以個年齡唔係係啊。哇！一個 1-2 年齡唔係對做運動嘅藉口嚟㗎，即係40幾歲嘅左肩啦，係啦。之後操練身身都好快，非常高速度啊！呢場嘅轉速完全唔輸蝕呢啲輕磅嘅拳手啊！72公斤，佢哋嘅速度非常之高啊！佢哋唔單止72公斤啊，年紀係40幾歲啊，有乜體能同咁嘅力量速度係啦，非常之哇！呢個堅持 OK， 因為打 kickboxing 所有冇得攬嘅。哇 ！Super Bong 嗰個技術係非常之上乘喎。步法啦，步法嚟講係啊，紅方都佔咗少少，係。南方處於有少少下風嘅狀態，會唔會進行讀秒咧？仲有 OK， 彎完成啦。紅方嘅體能繼續保持得到喎。OK， 突然間會抬一抬手話俾我聽係佢體力係充沛喎。低數開路繼續，南方繼續保持一啲劣勢啊。低數開路。距離同埋嗰個 timing 掌握得好，呢個係一個踢到一個重心腳啊！冇錯冇錯。低數南方有啲緊張啊，啲拳比較生硬啊，但鬥志依然係非常好。係啦，從來冇放過每一個進攻機會啊！都係低數開路。你睇住紅方啲腳啊，因為真係比較重啊，佢攞得好好。紅方開始有少少體力下降啦，南方開始重取翻啲低數，一個橫邊錘，都係低數，但係不設防喎，佢個左腳。冇錯冇錯。南方個左腳不設防喎，有擋腳啦，聽到啊可能。喂，做乜揼低個頭？古德拳嗰啲選手鬥志真係唔會輸俾佢哋啊！繼續做到個 block 腳。講幾粒聲，有兩支咪做緊先。好，都係低數。紅方選手有少少體能下降 ，OK， 手都會比較低咗咯喎。仲有一個後手重嘅，係啦。古德選手啲鬥志真係不得之了。冇錯，古德拳嗰啲選手鬥志真係非常好。慢慢攞翻優勢，慢慢攞翻優勢咯喎，慢慢拉近翻啲，都係低數。第二回合完，高啲。最後一回合。都係左，而家盡情啦，盡情，最後一回合大哥數啦，好，雙方都唔留啦，雙方都唔留啦，已經冇得留啦，因為而家最後一個回合啦。可以大吉利是講一句，人生唔知仲有幾多個90秒啊！鬥志非常之好啊！左右開弓，繼續用個後手，紅方都另名面啊！呢個 uppercut， 佢究竟係想避啊，定還是係驚咗呢個 uppercut？ 哇！繼續加油，俾掌聲！咁多位俾啲掌聲，繼續支持兩位拳手啦！加油！加油，兩位拳手喺台上。繼續向緊前啦！我哋南方嘅選手，紅方選手俾佢。紅方個我 feel 到嘅感覺，點解你仲嚟啊？一種好似喪屍嘅感覺啊！左右開拳，紅方選手個感覺係你點解你仲可以咁有鬥志啊？40幾歲嘅選手嚟講係相當困難㗎，喺個台上表演。OK， 第三個回合完，俾啲掌聲兩位。
因為我哋學校咧唔可以打學生嘅。者係紅方。